世界万行带，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那么这一礼拜，除了政坛以外，在整个社会，大家讨论到底性骚扰是虾米一回事？那么讲到真这职场内面，还是生活当中，有人会感觉你讲算笑，你讲趣味，我感觉是咧骗术。你起骹动手讲姊妹仔地带，我感觉你是咧小地哥。那定定呢，半真半假，罔着是当作是赚着。嘛有这场权威叫你爱吞落。平等健康的社会，唔那是干那靠投票。那么首先来绍介现场的老一宾，头一位是妇女救援基金会法律咨询的律师林嘉轩。大家好，我是林嘉轩律师。那么第二位，台湾男性协会理事长陈碧伟。大家好，我是台湾男性协会理事长陈碧伟。那么第三位是咨商的心理师陈明华。大家好，我是陈明华心理师。那么第四位在线顶的是咱国际棒球裁判，也是刘碧君刘裁判。大家好，我是野球的裁判刘碧君。那么首先，咱来关心到底这件代志是安怎来引起的？那么至到乃至到着总统府的资政，民进党的性骚扰的风波继续来炭烧。那么这资政安置法嘛被指控，那么以地书稿来昨日来发出来声明，强调已经提出了刑事的诉讼，要来捍卫伊的名誉。另外，捌做过陈局竞选办公室主任的洪志坤，嘛被认为来做导演来指控到也性骚扰。洪志坤在面册顶头回释咧，陈局的办公室嘛声明来表示来谴责，表示讲无法度来原谅伊。那么进前，民进党的立委范云对着国民党的立委陈雪生，在立法院对于性骚扰提出了告诉。今仔日台北地院嘛判决陈雪生爱赔范云8万块。民进党立委范云2020年指控国民党立委陈雪生伫立法院审查监察院人事时，以巴肚去弄伊的脚趾拍3摆，佮较表示用巴肚佮未有心，涉嫌性骚扰，决定要提告要求赔偿50万。一审判陈雪生构成性骚扰，判赔8万。陈雪生不满提出上诉，佮较表示两个人差30公分，真歹恰着。不过台北地院初六判决陈雪生败诉，确定判赔8万。只要对方有政治实力，他可以继续担任立法委员。我作为一个受害者，我还必须在国会的议场上，经常看到他的时候，感受到恶心。范云强调，申诉制度对受害者是无友善，答应未来的修法。那最近民进党性骚风波炭烧，总统府资政安置法也互小英之友会前员工指控，不过安置法发出声明表示，已经提起刑事诉讼。反过来批评是天大的侮辱，不过另外2位并不支持这种处理方式，支持受害者提告。那被指控为加害者，他要提告是法律上赋予的权利，但是我想我们不会去支持这样的行为。今麦阁有一名导演出面控诉，互姓 H 政治人物借着机会再到汽车旅馆，互乱泼乱摸胸坎。虽然无写出全名，不过互指出就是陈局办公室前主任洪志坤。洪志坤半暝啊也伫面册回应表示，互人无好的感受一定是我的错误，会改进佮弥补过错。洪志坤先生当然曾经在高雄市政府还有这个选举总部里面待过哈。那他个人的行为，我觉得他必须要面对大众对他的质疑。对此，监察院长陈局办公室初六发出声明表示，伫知影这件代志了后，感觉真震惊，非常的艰苦甲失礼，强调袂当原谅，会予伊上严厉谴责，希望洪志坤会当诚实佮严肃面对这件代志。记者综合报道。节目一开始吼，咱要甲观众朋友来说明，就是虽然这个代志已经差不多有6、7天左右啊，吼，嘛拖甲吼，真侪领域的人拢去烧掉，但是
我感觉有一个强项啊，就是讲，那去用讲到的人，有的是真正会识的，但是敢若是会识的吼，啊无就是讲我要甲过吼。但是呢，这个言辞当中哦，头仔讲，互人无好的感受啦，吼，伊无针对着发生的这个代志来做这个讲啊，我的确是伊甲安全啦，无。敢若讲吼，夫妇的讲，我互你无好的感受吼，这当然咱小等来讨论。但是我要先来吼，请教律师啊，毕竟律师的角色吼，就是讲，互观众朋友大约啊一个法律的这个知识，什么叫做性骚扰？吼，这要件是啥物？定义是啥物？互你大家毋通失觉出来，律师。其实吼，性骚扰伊分做足侪种的啦，除了阮常常听到的讲，你去讲骹来手来啦，黑白摸啦，还是讲一寡无好听的话，讲口舌，互人感觉无爽快。只要所有的甲性别有关系的代志，你只要互即个人感觉到冒犯，还是讲伊感觉到你互我伫咧即个环境足袂舒适的，这个有可能是一种性骚扰。哦，这就是这个定义。嘿，无毋对。所以我任何我若感觉，就是我有拄着一寡士大人吼，伊讲哦安尼，我就无欢喜，我就提出来。咁你实务上，恁在法律的实务上，有真正会突然会拦索，会来乱告，敢有这种代志？其实实务上讲起乱告，阮是拄着真少啦，因为伫即个社会吼，对于女性坦白甲讲，其实因较大的压力啦。啊，即马社会嘛有一个现象嘛，若是讲啊，我若告袂成，就是法院讲的，伊无做，你是黑白告。啊，对即个女性来讲，其实是互伊第二摆的伤害。所以你讲乱告，阮家己的经验是乱告较少啦，加是伊去拄着啊，伊个吞落，伊个无爱告安尼，即种情形反倒是较较所以你家己的实务经验是当中是真侪人是真正有是讲吞落去，真正乱告是真正少。你讲乱告，阮嘛是有拄着，嘛是有处理过啦。啊，毋过比起来真正是家己吞落搁较济啦。这一方面我要请教谭老师吼，谭老师嘛是台北市成平委员吼，恁也有处理相当的案件啦吼。第一，这乱告的敢多；第二，这有吞论的敢多。我要安尼讲啦，咱若讲今日这个法律吼，其实大部分的人袂用告的，但是比如讲咱即马伫咧社群软体面顶面册啊，足侪所在，大家人咧甲讲我曾经发生啥物代志，啊，迄个人曾经对我做过啥物代志，啊。咱即个社会，咱的习惯是咱会同情即个受害者啦，吼。但是有当时啊，你会发现讲伊的说明内底听起来无遐尼具体，无遐尼具体。啊，今日我就看到我一个朋友吼，伊去互人伫咧面册面顶讲伊过去差不多7、8年前啊，去人有甲伊做过啥物代志。啊，即个朋友真正伊是真有担当的啦，伊就有登去回复迄个发文，啊内底讲咱当初时吼，咱两个是伫咧啥物情况内底，啊，佮甲当初时两个人伫咧面册面顶的对话吼，有甲截图起来，啊，你看真清楚，的意思讲可能啊，对方咧控诉伊迄个对方，伊感觉无爽快，但是伊描述的迄个内容咧，其实应该是无到讲我即个朋友有性骚扰。这算叫有证有据的哦。有证有据，对。啊，我的意思是讲，有的人伊会感觉讲，我当初是我无爽快，啊，我无讲，啊，今仔日因为即个代志出来了后，所以我要对咧讲。但是有当时啊吼，咱当然是希望大家会先对受害者的立场来看，但是加害者。或要声称为迄个加害者的人，伊无一定真正就是迄个骹来手来啊做啥物歹代志的人。所以咱咧看即个咱即马 Me Too 风潮做侪，大家人普文拢出来，但是咱其实爱有一个先决的，我们要先爱家己讲，这有可能发生，但是咱袂当完全感觉讲，袂当讲啊人安尼。打出来，咱就讲审判啊，即个歹人，咱要互社会性死亡。我感觉这是一个问题。
这嘛是种社会学习的吼。啊，对对对。这一时间吼，像阮兜时大人讲，哦，啊那社会遮乱啦。我讲平常时就是安尼啦，只是即摆才打出来啦。是。吼，这真侪时大人是看袂惯势哦，讲啊那会安尼吼，啊你若讲民进党，伊就讲国民党；伊若讲国民党，我就讲哦民众党啊，大家拢有啊。天下乌鸦一般乌啦吼，这要请教着陈老师吼。陈老师，你所接触的案例当中，真侪人是吞吞的，因为我有一个数字啊吼，讲卫福部吼讲吼，去年啦，2000件案例啦，2000件案例讲比较去年吼是成长啦，吼讲吼社会有咧进步。恁按照看待这个，尤其恁平常时应该有这个咨商的这个经验。来咨商的哈，通常啦哈，还蛮大的比例哈，伊感觉委屈，委屈啊，也很大的比例是伊甲老师讲、甲父母讲、跟他的朋友讲，好像很多人不太能够去站在他这一边这样。我个动力啊哈。嘿，然后都说，哎，你自己怎么没有保护你自己这样子？所以真侪这社会结构性的这基石还搁伫的吼，是，就是讲啊，你家己吼行为不端，行为不端，嘿，你那请啥，那请较老哦，对，受害者家己咪讲诶，敢若是我唔对诶，一定是做有啥物代志，人家安尼对待我，也检讨家己，会自责这样子，也内疚这样子。这是应该21世纪啊吼，咱咧想讲还是讲我也许是我活伫平行世界。我认为讲21世纪啊，咱的女性，尤其咱台湾女性在亚洲应该是地位相对来讲是较悬吼。咱哪会安尼？搁有这种实际案例，家己认为讲啊，我做唔到代志。是。来，陈老师你好。我意思讲，其实不只是女性啦吼，男性啊拄到性骚扰的时阵。同款嘛会感觉是讲是我他多是做啥物代志，引起伊安尼对我动脚动手。是毋是我做啥物代志，互伊误会，会当安尼对待我？对，是咱的台湾人伤够反省嘛？不是，可能你真正住咧平行时空哦。是有影吼，我真侪人是，当然我袂使安尼讲，因为我毋捌拄过。是。我毋捌拄过，所以我毋敢讲。我若真正拄着，我是毋是安尼自我反省啊？家己个暗示讲，哦，是啊，我毋对。哦，我家己其实有拄过过来介这种代志。啊，像我这种人吼，我应该想象上我应该是我做了这种，我应该随讲，你咧创啥？你咧搞我，你咧创啥？你住手！但是你会硬去，我硬去。啊！我咧想讲，伊即摆是咧创啥？伊敢是咧对我性骚扰？是我安怎？对啊！伊先那要对我安尼，我会开始自我怀疑。哦。啊，所以查甫的安尼，女性更容易。女性嘛是安尼吼。是。我要先请教伫线顶吼，这别阮裁判，你会当吼，甲咱讲你当时间吼，虽然电视已经播了真济吼。但是这电视的采访吼，较无讲着讲你家己当初是迄第一反应吼，像头仔陈老师所讲的，你迄阵个第一反应是啥物？迄当阵第一届发生，拄开始发生的时阵，我规个人当然是硬去啦，因为我本身就练空手道嘛，而且我当时咧运动，先讲较定定咧运动，我嘛是讲。气质嘛是讲啊，就无力啦。我本来就是活，就是讲较有力啦，较有气力即款型。本身我家己搁练空手道，所以老实讲，我毋捌会想讲我会拄着即款代志。我应该是讲，我无想过有人竟然敢对我做即款代志。所以迄当阵发生的时阵，动脚动手的时阵，我当然我知影我会闪，我会想办法撇开闪开，就当做无代志，就是讲家己撇免就对啊啦吼。上惊遐迄摆就是讲为后壁甲我揽的时阵，佫揽足硬的，我无法度去离开，揽掉的时阵，佫骹来手来去摸着无应该摸的所在。迄当阵我就是伫个反应的时阵是规个人硬去，就是讲。
哪会安尼？即款代志哪会发生？伊手哪会咧食？等伤到感觉毋对的时阵，才用我的气力甲伊拆开伊的手，拆开伊手我就反应过来了，我就要甲拍安尼，就准备要甲摸落的时阵，伊就讲，伊就甲我应讲。这是甲你恭喜，讲你做到全国赛的主审，所以我这是甲你恭喜。人咧外国拢是用咱的来做恭喜。迄当时咧，规个人去啊，讲，你是咧讲啥？你是咧讲啥？你为后壁来甲我摸，甲我安尼掠条条，这哪是啥物恭喜？安尼我安尼甲应的时阵，我人我干嘛？我讲你是要断脚还是断手？伊就紧走。伊当时阮是咧迄个华中桥下骹的迄个野球场遐，伊就又骑奥多麦，伊就跳起哩奥多麦紧走安尼。迄是头一摆，所以你讲要反应，我平常时咧练空手道的时阵，阮拢毋练啊，练讲别人甲你掠，你要安怎闪，安怎拆开，拢有练。毋过你第一时间常发生的时阵，我真正是惊去，因为我毋捌想过讲有人。竟然敢对我做即款动作，会发生在我身躯顶。再话吼，除了你第一时间的反应，互咱知影讲，就算讲亲像你，已经吼会使讲比一般的女性来讲吼，还佫武功高强啊啦，吼。但是嘛是会拄着即种代志，嘛是会一时间会人会硬去。那么刷落来。我所知影，在你的案件内面、案情内面，伊即个人如果透过即个权势，透过即个权威，透过即个结构性的知识，乃至到就整个恁即个协会，还是讲恁即个科委啊内面，是安怎来甲你对待？那你如果安怎来应对？你讲互咱在座三位来听下。因为阮是，比如讲，你是教练的时阵，通常教练是由球队还是由迄个校来甲你聘，来甲你聘请嘛，甲你请嘛，互你话金嘛。不过裁判较奇怪，裁判较记录，就是讲，阮是敢若桥骹迄个临时工啦，有 case 来，阮就去。无就无，所以阮平常时是算场的，嘛无劳保嘛无健保，就是讲人来叫有机会来，你就去，无你就无机会。所以尤其迄当阵佫无网络的时阵吼，你要联络是你爱靠电话联络人，安尼一个去联络，而且呢，这嘛有迄个改进嘛，对毋对？我有顶头爱联络的人，一个人爱联络几个人嘛。所以你嘛足困难，讲你搁跳过伊，搁去联络别人，因为伊安尼并无尊重你的先辈安尼。所以迄当阵对我出手的人，就是负责联络我的这个先辈，伊就是负责讲，这个球场要找裁判的时阵，伊来 call， 伊来分配这个工课，就变做讲，伊对我做这个代志的时阵，我直接第一个面对的，就是讲我所有。听裁判的机会就拢互伊没收去啊嘛，因为伊就是我用我嘛，我用我就算啦，因为佫有其他的比赛，毋过因为当然伊较熟嘛，伊就会甲因讲你莫用查某的，你看你用查某的人拢会安尼黑白甲你教，黑白甲你过，所以咱毋通用查某的裁判都袂有代志。我当然我足气的嘛，因为而且我嘛是社工，我甚至我就是做即方面的社工的时阵，有古早有谈，我就讲我袂使讨论，我搁要找我的机会的时阵，伊甚至会甲我讲，甚至会讲你还袂做裁判进前，无这行销了的问题，你来做了后才有，所以这是你的问题，你莫做拢无代志啊。而且一个环境内底就意思就是讲，你看，你若找查某的，就是遮麻烦。伊嘛是感觉伊是受害者啊，伊感觉伊也无创啥，因为我无证据嘛，我无创啥，我安尼甲伊教。安尼伊嘛感觉伊足衰，就变做讲要安怎讲袂清楚，因为讲即款代志，受伤的一定是咱这用销了的即方面嘛，不管是查甫拢有可能。再话吼，我听到真艰苦吼，我想要甲你请教，在你第一时间，你有想讲要甲告无？我当然，我毋是干那想要甲告，我想要甲拍。我是直接甲伊问你是要断脚还是断手，真正。
我是就是要甲证。但是你有提，迄阵时你有提出法律的行动无？你无法度啊，因为你无证据啊，这是足现实的代志啊。阮家己做社工，我太毋知，你要安怎举证？有录音、有录影，无认证，啊，你是要安怎甲告？啊，走这法院，上尾啊，还是无起诉的时阵，伤害毋是共我，因为伊会使讲啊，法院有伊清白啊，对毋对？我告袂成啊，告袂成什么意思？告袂成就是伊无做嘛。所以你感觉伊在迄个刹那之间，伊判断就是讲，你告伊告袂成，你会做出未告伊的判断，所以伊甲你出手。这我都毋知啊，因为正常人应该都无应该做即款动作。我感觉这可能是正常人的心态哦。有的是先判断讲，我这个结构性，我对你有权威，我对你有权势，甚至掌握着你的生计的这个可能性。所以啊，我才来对你出手哦。有诶小动作，就是你就较困难，因迄款就是讲，咱台湾话讲较低高有无？比如讲啊，我无代无在食，啊，就卡来手来。嘿，讲啊，我来甲你掠零吼，你拄则牵球，牵我甲你掠零，我讲啊免，啊，就爱紧家飞走，啊无就是比如讲摕水诶时阵有无？哦啊。结果你这定定拄着吗？你头仔讲的代志是毋是同一个时间？是定定拄着吗？拄起裁判的时阵才会拄着。哦，大家感觉讲你一个查某裁判，伫即个裁判科位啊内面安尼。啊，毋过你要反抗的时阵足困难的啊，因为大家甲你起笑啊，讲你伤济啊吧，吼啊你生安尼，想要甲你欺负，你会甲你起笑你的身材嘛？你的型嘛，就讲啊，你生做安尼，想要甲你落，想要甲你摸，啊，你是家己伤济，你水面咯，等等的啊，啊，所以你要无法度啊，你就一直摒免啊，你就加会使一直闪尔，啊，无你要安怎？伫迄个环境内底，啊，你甚至讲你讲啊，你无爱，你安尼我无爽快，边仔人嘛会甲你讲啊，你伤济啊，对毋对？你水面咯，你伤济啊，啊，你莫安尼造成咱来气氛。甲伊气氛遮歹啊，所以有足大，迄当阵拄徛裁判，头迄2年的时阵较辛苦，甚至讲有当时啊，我入去一个房间内底，可能几十个人，无一个人要甲我讲话，大家都无甲你讲话啊，啊。所以这几年来，你就去用和谐掉哦。这嘛毋是讲和谐无和谐，其实我即款代志，我正嘛是拢加减拢有讲过，啊，就是讲。家己的选择嘛，我了后就是选择去外国徛裁判，去外国比赛，安尼。像我要一个问题吼，小等就回头来问你吼，就是讲，你这几工讲出来这项代志了后，这个科委的人有对你做任何表示吗？完全无。敢若台北市的房委会，我有咧台北市房委会有来关心讲。我有咧台北市有拄着遮个问题，有啥物困难，还是讲有拄过无咧台北市？我甲因讲无，我确实我咧台北市，目前我咧台北市是徛了足顺利的，大家拢足尊重的。目前是敢若收到这个单议员、单理事长来关心。结婚，咱小等下吼，我请在场3位吼，我要先请教陈律师，我听了真艰苦。我讲啊，这不管是做一个女性也好吼，做一个职业场球内面的人吼，都不应该哎，尤其这有一个突破性的这个意义吼，会当进入到这个裁判圈内面，竟然啊拄着这种代志，这会当甲告吗？告是会当告啦，啊，毋过个亲像较拄仔裁判讲的啦，告嘛是爱讲证据啦，虽然讲。对这种代志，阮咧看的证据无亲像刑事的案件打个遐死，一定讲一定爱足侪证据。啊，毋过你嘛是爱有淡薄仔，比如讲有录影，还是讲录影，还是讲你事后有甲你的朋友讲。啊，若是讲遮拢无，其实你要甲告好成，坦白讲，真正是有难度啦。所以真侪女性，还是讲男性去拄着即种的代志。伊其实会放弃的原因，嘛毋是袂当理解。有甲裁判，较拄仔讲到一件，嘛是即个社会真严重的一个误解，就是讲
我即马告袂成，是毋是就是法庭去讲，即个去共告的人一定是咧讲白贼，迄个人一定迄个去用告的一定是无辜的。毋过其实真足侪时阵吼，阮家己嘛知影，法官嘛知影，即个人可能去用告的迄个人是有问题。毋过法律就是主要去看证据，所以即件案件阮嘛是无法度只有。所以咱看这种性骚扰的这个案件，无一定就是站厝顶头，除了法律以外，应该爱社会站厝爱来做处理嘛。唔对。那社会站厝吼，小等才会请教律师恁的角色，要请教陈老师，恁的性平的委员会也好，还是讲陈老师恁的这个主商也好，先来请陈老师来讲吼，就是讲，恁就是等人来告诉嘛吼。平常时敢有啥物机制？比如讲，甲即马大家拢学晓啊，面册内顶来布条啦，来写啦。除了这，难道无较积极的这方式吗？我感觉这足困难啊，因为这种代志就是人甲人中间的人际关系互动。这个物件本来就足侪眉眉角角。你也要叫法律，叫国家讲爱完全规定讲人甲人安那做，无可能，因为咱大家人拢是自由的嘛，所以你无可能和法律来管制讲你人甲人安怎交往一定爱安怎。但是这其实内底上重要的是，咱来看到这个社会，人甲人之间吼无互相尊重，我感觉这是上大的问题。男性无尊重女性。有管理的人无尊重迄个伊家骹做代志的人，就比如讲刘伯钧裁判伊安尼，伊新来的唯一的一个女性，是即个男性为主的即个群体内底，伊无受到尊重。我感觉这问题拢是对遮起来。你法律无办法规定遮。我甲你私底下，咱两个。我可能对你有啥物意思，我会对你调情，我对你创啥，但是这内底有足侪眉眉角角的，咱袂当讲你就是袂当对别人试探，你袂当对别人调情，你啥物拢袂当做，安尼就无可能人袂当安尼。但是重要的是，咱这个社会有发展出一种文化，人甲人中间爱互相尊重，男性爱尊重女性，女性嘛爱尊重男性，大人尊重囡仔。有权利的人爱尊重权利较低位较低的人，安尼才有可能啦。但是我安尼讲，其实吼，拢有一点打高空，你知无？听起来真理想，但社会安排要安怎铺排呢？譬如讲，来职场内面啊，咱讲啊白，就是讲职场内面，比如讲一长官，我就下司，顶司官下司官分机啊。我也是要安怎来讲？你就要尊重我。我若一讲句，我来考绩，我就马仔我就弄出，这定会变作安尼吼。但我感觉主要是安尼啦，一定要有法律来做上基本的保障。总讲若无法律做上基本的保障吼，咱就进入一种丛林的规则内底，向较强，向就当食较权力较大的人一定会去欺负权力较细的啦。一定要有上基本的，但是有法律无一定会当保证啥，你法律要怎执行？这才是重点。因为咱即马伫法律上有规定，讲30人以上的企业才有通成立性平委员会嘛，吼。应该是讲法律是安尼啦，伊规定讲，雇主者是有伊的义务去讲，你伫咧公司内底，还是讲机关内底，袂当有遮的性骚扰的代志发生啦。你爱去做一寡防止的行为。毋过当有30人以上的公司也是机关，又去。搁去甲规定讲你爱安怎做，你为啥以法律去做啥物办法安尼？所以其实你看台湾的社会，其实30人以上的公司真侪啦，毋过30人以下的公司搁较侪，所以定时阵有当时阮拄着的状况是受害者毋知影伊有即个权利会当去申诉安尼。即位请教吼，咨询师吼来找恁的，拢已经是发生啊嘛？是。在这个发生的过程，你有甲因拢会吞论吗？大部分拢会吞论，才来找你嘛。对，郁准才来找你嘛。嘿，都郁准，当时爱食药啊，等下看医生安尼啊。
那看身心症啊，看精神科这样子我觉得在心理咨商这边可以做的，刚才谈的是外在环境法律性平心理咨商我们在做的是内在的世界。对我而言，我觉得一个受害者，我们要去体贴近他的心啦。我常常是站在他的旁边去看这个代志，其实不是你的唔对，恢复伊家己的自尊甲自信。这我想要请教他在陈老师讲，拢会家己自我来质问讲，是不是我唔对？人的这个心理这个机制，是安怎产生中？想到我是做唔对什么？那我地书到我变安尼？因为咱拄到一个情况，其实有点像是被恐怖攻击，无就是这个是你做信任的，你做熟悉，你做信任伊的，所以心理的状况会进入一个状况，就是说一下认知你没有办法工作，表现，那个叫认知你就失调。那时候只有是负面情绪，负面情绪里面我们会进入的对自我会有很多的叫做怀疑，然后呢，你也会觉得说这里面可能是我的错比较多吧，这是人的心里面在一个比较负向情绪，那认知功能不能发挥的时候会进入的状况。那像刚才有听到教练里面会旁边的人有不断的去增强说，一直跟你讲啊，是你唔对啊，是你家己想这啊，你又从外在的条件说，是你的条件这样，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那个认知的系统会进入某一种部分是没有办法进行的，然后他会去比对，大概可能是我自己的问题比较多，特别是有一些弱势的或者是女性的。那甚至在一个权力架构里面，他是在比如说他的主管他的教授、他的老师这样子那我觉得在弱势的心里面，我都不能怪的时候呢，那就是怪我自己，这是忧郁的来源呐。张老师，你有赞成讲有受害的、有这种受害意识的人，要尽量压出来？那有的人感觉讲唔通，伊颠倒二次伤害。你去甲凊彩人讲吼，凊彩人唔知安怎接受了，佫甲你做话，佫甲你安怎？有的人讲无，你来透过特定的人，但是这就是咱头讲，是要透过什么特定的人？是来找老师吗？还是讲来找陈教授这种的？还是讲来找律师？这算他小等我来请教这个老菜盘吼，伊免找人，还是伊自我来消解？你认为呢？我是感觉，找到一个会太信任的人真重要。无专业无一定。会太信任，而且这个人呢，也能站在一个客观，然后甚至是能够贴近他主观。那当然我是做心理咨商，叫客观的第三者。那我自己常常是在贴近个案之后，我会鼓励个案去表达，他要表达对他的亲近的人，比如说他的父母。当然他可不可以去跟加害者表达，这是另外一回事，因为会有风险，他可能在做2度的伤害。那他可以去表达，跟他的好朋友表达，他经历了这样的事情，然后呢，他获得支持，那个都是一些可以再度获得治疗的心理的治疗。我这个人是很重要的所以第一时间会当找信任的人，信任的人，好朋友，是，上无甲伊讨白一下，是。再来行第2步，去表达，去说他经历的这件事情，这样子。那这个是在心理上很重要的历程，为自己表达。那是不是要去提告？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很可以考虑的，可以信任的律师，然后呢，可以去好像从法律的途径，从好像我们整个系统的途径，去为自己获得一些好像权利上的平反。那这个我们都会陪伴个案一起做这样子。那像头仔老菜盘所讲的，伊家己想想无证无据，要安怎当场也无其他的人。那像这种情景，别位你感觉你会建议安怎做？我感觉其实菜盘撇军裁判已经是真勇敢的人。是啊，对所以伊会当听到真唔甘啊！伊真清楚家己经过的代志，甲讲出来。
主要爱有一点啦，就是讲你讲出来了后，你伫个面册，伫个即个社群媒体讲出来了后，是毋是得到大部分的人的支持？因为咱即摆讲甲咱的代志讲出来了后，上惊的就是你讲出来了后，结果2/3一半以上的人拢讲你讲白贼，安尼你是毋是搁受伤一届？所以这就足歹讲的啦。吼，讲咱是毋是爱鼓励受害者甲讲出来？但是我感觉心理师讲的较对，讲你第一个你爱先找到你信任的人甲讲出来。你信任的人会当陪伴啊，甲你的情绪调整好。你感觉你已经开始有力啦，像撇棍裁判安尼，伊开始有力啦，但是我想要搁讲愈侪，我想要和这个制度会当有改变。迄个时阵，你讲出来，还是讲你会当找一群甲你有共款想法的人，哦，讲出来，做伙来一体发声，安尼才对。这就是咱因 Me Too 会足侪人会。对你讲出来，因为咱看着讲，别人讲出来啊，有足侪人支持因，所以可能我的故事有可能嘛去互别人听到，人袂像我准我甲公司内底的人讲，公司内底人拢甲我口水，拢讲我对，所以这足重要的吼，你爱确定你有人会支持你，啊，毋是讲所有的人拢一定爱讲出来，因为有当时讲出来迄个过程吼，反效果吼，反效果，会搁较疼啦。会搁愈疼，会搁听一届哦。这撇棍裁判是。较早听到专家安尼咧讲吼，那经过这代志差不多有7、8档以上啊嘛吼。是。那7、8档以后，你看到社会即摆即个情势，你才决定搁要来出来讲嘛吼。那至到你敢有下一步有想要来甲你同款有遭遇的人，或者是讲对着你今摆即个裁判即个团体，继续来做啥物呼吁，还是做啥物行动吗？其实代志发生了后，我有去，就是讲嘛有想办法去争取讲继续徛裁判的权利。啊，有诶有支持我，当然嘛有反对我诶，所以我感觉我是足幸运诶。我会晓讲英语，我有法度家己有才调去外国，甚至有美国厂商诶赞助，我去美国。为我着这个专业，裁判后训练的专业，甚至讲这世界棒垒球总会聘请我做国际裁判，这个机会，互我搁摕到我诶信心。啊，另外一方面就是讲，我本身就是社工嘛。所以我了后嘛是做服务迄落家庭暴力，甲迄落互性侵少女的即个社工吼，所以我是透过来帮助别人的方法来面对我古早发生的代志吼，慢慢啊，直到就是我会出来讲的原因，就是讲代志发生3、4天了后，我顶礼拜5的时阵就甲我同事，因为我遮嘛是咧做协会，啊，阮同事是讲社工。我有甲因讲，我有小可凊彩袂牢，因为看遮济的新闻，啊，我一直想着古早的代志，我感觉我压袂牢伊啊，我一定爱做一寡处理。啊，因就甲我鼓励，安尼你也准备时，你会使做一寡处理，安尼。啊，我就想讲，我遮做的协会是讲来做运动的行政的迄落推动，而且我嘛是有服务少年查囡仔，就是讲。替运动员做一寡训练，啊，就这训练就是讲去了解伊家己身体 boundary 身体界限的这部分。等于讲，我透过我囡仔咧做社工的工作来弥补我过去20几岁我无法度为我做啥物代志的迄款痛苦来做付出。啊，我即道会出来讲的原因就是讲，我感觉我家己记载袂牢，一定嘛足侪人记载袂牢。所以我想要出来甲遮的人讲，因为你要公开讲，真正风险足大的。毋过你无一定爱公开，你会毋过上重要的是讲，你爱去接受家己这个无爽法，啊好好照顾家己，这是我即届出来讲最大的目的。而且就是讲嘛，想要甲这社会大众就是讲。大家看这个新闻就生气的，啊有当然现在嘛足烦的，就是讲到底谁讲的才是对的吼？你用
这个无好代志已经发生啊，咱就来想看卖讲发生这个代志，莫甲台湾拆只落北，应该是讲应该发生这个代志啊，咱有法度台湾变做更较好的国家，更较好的社会。我都毋望讲以后你也是有发生这个代志的时阵，有人要讲啊，迄讲风小钱啊的时阵，有人会使较勇敢的讲出来讲，毋通安尼啊，人就讲我啊，都是我的。啊，是咱会使做，咱的社会有法度有这个风气，咱的文化会使去接受讲，无这毋是风风笑，这无好笑的时阵，会使避免足侪无好的代志的发生。我希望这个代志，这个伤害莫变做政治的烧卖本。咱大家的伤害无应该是总过大家政治的烧卖本，咱有这个伤害变较较有意义。是，毕竟裁判吼。我有一个问题要甲你请教吼，你所在的这个男性的文化，其实是算强势的文化，吼。乃至到讲真侪男性在口头吼，在嘴在讲话顶头，拢充满着一个男性沙文主义吼。那咱来其他觉察吼，其实咱社会每一个角落吼。这种物件虽然咱会使讲吼，咱在亚洲吼，台湾是相对女性的地位较悬，但是咱必须要承认，这男性的文化吼主导了台湾社会。你家己反省吼，在你的科位还是讲咱整体来讲，台湾的男性应该较生什么代志？较生哦，我是一句话啦，莫甲下流当做趣味啦。哦，这上简单的代志。你会使足趣味的，吼，毋过你的趣味莫建立你别人的伤害啊。你会使讲笑嘛，啊，你会使讲家己的讲耍笑啊，无需要去耻笑别人，还是搁别人无爽快安尼啊。因为有的男性吼，甲下流当做趣味以外，爱袂去讲别人下流，但是会讲家己的下流，来亏损家己吼，来警惕家己。但是事实上嘛，造成一种吼，这个听觉顶头还是意识上的污染吼。这男性的沙文主义，其实我感觉是在咱不管是你所在这个运动圈呐吼，也是媒体圈呐，还是甚至是文化界，吼，那么听到足侪这种言语吼，甚至咱即马尤其小等你也听到吼，在咱这个社群媒体内面。哦，真侪即马开始少年囡仔做迄个 talk show， 内面嘛充满这种意识吼。这刷来要请教着律师吼。这男性尤其你嘛是参与一寡吼性平的这个代志。这男性的意识是安怎？这长久以来啊，佫无法度，咱讲起来，咱是应该是算相当进步的所在。啊，是安怎？你感觉这个根底是在哪里？其实这真正是一个足大的问题啦，因为阮有当时啊嘛会来甲阮请教问题的同事人讲，有当时啊阮嘛是，所以女性伫咧社会内底拢会去互压啦，讲啊女性袂当安怎？你做查某囡仔，你一定会晓煮饭，袂当伤歹，袂晓，我嘛定定去互讲啊，你做查某囡仔哪会晓歹安尼？刻板印象吼，嘿，去歹印象安尼。毋过男性嘛是有足侪，比如讲啊，你哪会当一直哭，做男性袂当哭。所以其实伫咧因自细汉到大汉过程当中，其实吼足侪时阵，伊是去互压起来，伊的感受，伊的一寡想法是无法度好好甲大家讲。自细汉教养的时阵，就产生这种问题。所以有当时啊，伊家己有压力的时阵，伊就会去欺负比佫较弱势的人，用这种方式去表现讲，我其实佫是一个有用的人。这有当时啊，去用欺负的人足可怜，毋过反倒转来讲，其实迄个人性伊嘛是有家己的问题。所以有当时啊，阮嘛会讲，这种问题你若是要解决，确好的法律是无够的。为教育自细汉到大汉教育佫较重要。是，陈老师。对啊，我感觉就是安尼吼。咱即摆讲男性的文化，咱会当讲一种叫做有毒的、有毒的
男主气概这种问题。有当的男主气概这件代志呢，唔是所有的男性拢有机会会当遮尔大男民主义。对伊的所有的人安尼，你会发觉伫个足侪，他拄律师咧讲的，足侪男性对细汉开始就起来压落个底，讲你也无安尼，你就唔是男性，你就不配做男性，你就是查某囡仔。所以足侪男性伫个细汉咧教育大汉的过程当中，伊无办法表现这种男子气概以外的性别气质。所以逐个人变做你也习惯就是变安尼啊。男主气概是安怎？男主气概袂当好啊，袂当表达情感嘛。所以逐个人就安怎上容易会当表达咱的男主气概。做人爱雄啊，要征服。征服对查某对弱势，就是爱一副我高高在上的样子。男性你啊，对细汉到大汉，拢去人鼓励用这种方式对待其他的人的话，你看伊到大汉了后，敢袂？像咱咧讲的，台大经济系遐囡仔，对所有弱势的原住民、女性，所有的人拢露出一副无同理心来。对。我意思是讲，男性这个文化真正爱改，但是唔是所有的男性拢是伫这个体制内底得到迄个上大的管理的人。因为咱定常看到一寡成功的男性，对，其实看起来99%的时间拢足正常，所以我亲身讲我拄着足侪99%高高在上的社会地位足悬的，但是在言语之间会透露一点点咱会，因为我对这种较敏感，会听到讲伊这个敢若有些淡薄仔这意识讲我是男性的自尊我要安怎都安怎。在这种情境其实有真侪成功的男性当中伊会特别会显露在对着伊家己会当控制这女性的这个体制内面的女性。我真正看到这种人，但是我唔敢讲是强。共款，大家拢共款啦我是感觉有这种可能性。唔知老师你安怎看讲，这男性气质的培养，甲女性气质的培养，咱有的时段人讲，那可以安尼都混乱去啊。查甫是查甫，查某是查某，咱应该安怎来看这个新时代的这男性、女性的教育？其实我接触那个社会心理学，伊就咧探讨这个代志。社会心理学是从那个为什么有些人会去压迫别人，他不是从性别，但是他有探讨说性别里面我们已经可能妈妈在怀孕的时候已经置入性行销了，是什么呢？男性就是要刚强女性呢就是要阴柔这样子这个在我们小时候玩具就分得很清楚小女生就是洋娃娃然后我要照顾。然后呢，男生这个什么工程车啦，建构这样子那这个是社会心理学在探讨我自己有一个感觉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叫做人在灵性里面会尊重，是因为有个同理心我会感受到你会痛苦那所以人没有办法去感受到痛苦，有时候我们会进入叫动物行为所以我感觉有时候为什么我会对你骚扰一下，测试界限，那个有时候是潜意识在作用。潜意识就是说跟他动物做镜头，不低不高，不当时就说我可以对你多一点的靠近，或者好像不管是身体，代表当然也刚才讲到权控，权力里面，因为在动物里面，我自己有服务那个育幼院小孩。有些小孩里面，他们是用眼睛在看哪一个是强，哪一个弱。即使是比他高大的，他是一个小男生，10岁、15岁，一个男生比他高大，他都会觉得他比较弱。所以人要是离开了这个好像是我们叫做道德的这个界限，会像动物。那动物有时候就是用一种很原始的本能，做记号，然后我可以对你侵犯，代表我权力比较高。所以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些在观察跟整理这样子，我自己做心理师，
我会碰到男性的个案啊，然后有时候是手这样碰一下，那你觉得他是无意的，但是你就觉得说，哎，他有一个。老师，那亲像这种时阵，你会甲讲啥物？我就会拿来在下一次跟他讨论。当然我要自己。你袂当场甲讲，你甲说教。买衫那走，买衫那走。啊，不过我。这到底应该是第一时间就要弹起来，还是安怎？老师，恁感觉咧？有当时啊，应该有一寡心理师会讲，我请问你先啦，今晚要无搞我回一个。嘿，爱问伊，因为有当时你甲问，你问了后，伊会感觉歹势。哦，伊有当是无知觉的。嘿，啊，但是伊会歹势，伊会想讲啊，你甲问的时阵，伊会才会开始想讲，我对，如果他是无意识的，伊会想讲啊，我想到他对安尼。啊，这个时阵心理师就有机会会甲讲愈多，可能甲伊迄个性别某些想法。趁这个机会甲教育啦，互相教育，互相教育，互相学习啦。啊，我是爱家己先澄清，因为有时候我搞不清楚一个那个反应哈情绪，然后那时候认知还不太能启动，所以自己要整理之后，我都会在下一次再跟他一起讨论。哎，你那个碰，其实我是不舒服的哦。那来讨论，其实他的议题里面都有这个议题，比如说他在关系里面，他就是要去控制，那所以产生很多挫折或很多的议题这样子。哦，这就真正真深吼，就想要一个问题要请教这个蔡盘啊，碧君，想要一个问题吼，他带咱有经过真侪这情境吼，就是讲。那譬如讲，那有人袂说字、无说字，还是讲你感觉讲，伊平常是无应该做安尼代志，啊，突然间讲一个言语也好，手甲你卡着也好，啊，给你摸着，你会做啥物反应？你会当经过这样代志了，经过这么侪代志了，你会做啥物反应？其实我是算相当的保护家己啦，比如讲，我嘛无啉酒嘛。袂去讲食酒，啊，甚至我若出差住饭店的时阵，我袂互别人你来我的房间嘛，袂互因知影后悔。毋过这个社会上就足较辛苦，因为别人会讲我有够歹斗阵的，拢无爱出来盘烂，无爱开讲，嘛是有安尼，所以就讲以后要去掠迄个点，就是讲看要安怎尊重。啊，因为我平常时我也是徛裁判，大部分拢是男性嘛。啊，所以我的方法就是讲，我通常啦，我就是拢穿长远的，啊，离因较远的啦。当然，我毋是讲逐个拢会安尼，就是讲咱就是尽量讲，莫制造遐个机会安尼。啊，若是有人要卡着的时阵，我感觉是讲会感觉会出来，也无小心人济哦，要小闪心的时阵摸着，啊，迄就算啦。啊，伊会超过伊也要翸出来是啥？我就会足明显的为了解，讲我无想要为卡着。啊，伊也是佫超过伊的时阵，我就是本来是敢用动作去避免，啊，伊也开始佫较调工的时阵，我就会用喙甲伊讲，你毋通安尼甲我摸着，吼。啊，当然是较常常发生，拢是徛裁判头几年嘛。啊，即几了后，就是讲因为有着奖啦，有国际裁判等等，啊，状况无好足济啊。毋过我是感觉讲，毋是干那我个人的问题，我当然是希望讲，甲即个环境用甲更较好，因为即女性的裁判嘛愈来愈济啊。我嘛望讲，即其他的女性的裁判嘛有一个足安全、佮轻松、康快的环境，免安尼逐工遐紧张，就当作讲，迄人毋对，迄人要甲我安怎，应该毋是爱安尼，逐个就是快乐啊，是希望这做起来康复的时阵，就是一个安全快乐的环境。是，祝福你，祝福碧君吼。上后尾吼，个人咱一人1分钟吼，大家来，咱上后尾咧收在这个点，就是讲，咱若是身躯边的这个咱自己发生这个代志，要安怎甲接着？即摆就讲要安怎甲接着？比如讲，台大老师也讲了，讲爱找一个信任的人，互伊讲，还是讲安怎来觉察啊，甲接着？来，是。其实足侪时阵吼，当事人若是来甲阮讲案件的时阵，有当时啊，阮嘛会甲建议讲，你即个案件可能你去行法院，还是讲你去做申诉，可能袂行啦。啊，毋过你家己嘛爱去想一下，你即马需要的是甲即个申诉一定爱甲行到底，还是讲你需要的是比如讲
好听，还是讲找一个专业，比如讲阮的心理师，安尼，互伊的专业去甲你合作啦。其实上重要的，毋是讲迄个去安尼对待你的人，有法度去受到伊的制裁是安怎？上重要其实是你家己。伫咧即件案件了，有法度好好的去过你的人生，行出来去过你的人生。所以真侪时阵，当然去用法律去甲即个人去制裁也好，去互伊受到应受到的处罚嘛好啦。有当时啊，其实阮嘛是会去看讲当事人是毋是有搁较好的，比如讲伊比如说心理师啊，是讲朋友啊，是讲。有当时一个你个 refer 专家，无对安尼，其实较好啦。对，我嘛是爱感觉啦，因为咱假设我们自己不是专业。